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来讲，日本时代调去做公工，就是做免钱工，政府咧调你唔敢去。较早有四句人咧描写这款过程的艰苦，你甲听看觅。讲甲公工迄时代，听着目屎流落来。日本会来接大败，大大细细话应该啊。四句人报道新台湾歌，日本战败无偌久，民间流传出来，讲到公工较早偌艰苦，毋则讲造成真侪遮的百姓无才调去洗后手，无才调去买收遮的办事人员，鼻仔蒙咧，就爱安尼拖，就爱安尼磨，就爱安尼做政府的免钱工，尾啊日本的大败，大大细细话应该。过程照你咧探讨四句人内底，就是真侪台语的学问甲艺术，大大细细，两字相读，台语咧做生意，哦，你像讲叽叽卡卡、叮叮塔塔，这种相常的形容、相常的表达。过来，四句人继续甲听看觅，较大事业也着办，着紧通府做公工，无惊一竿拿肉粽，伊毋惊咱饿死人，是啦，都你抽到啊，政府咧抽啊。无论你什么款的头路，做甲董事长、做甲科长、做甲经理，拢爱放啦。你着爱去付、去应付、去会付讲，通好做公工。啊，尤其上介可怜的是啥？某囝一竿拿肉粽，国情啊，咱毋讲一竿拿包啊，毋是啦。台语固定咧讲一竿拿肉粽，就是骨路的意思。所以听四句人学台语的形容词，真正艺术啊！啊，毋惊咱。无惊一竿拿肉粽，咱无趁无通食，政府就毋惊，毋惊咱饿死人。你也着公工就一定爱去做。过来四句人继续甲听，有人甲伊下后手，绝对免做的理由。买米送伊，请烧酒，公工2字免忧愁。有人吼对后壁去甲射落去，甲伊下后手，啊这就免做安尼，免做就是爱你经过讲买米送伊。就是啊！你经过讲，请伊食烧酒，安尼办事人员就会伸骹出手，就会甲你的名咬起，甲话献上。所以较早，咱讲专制时代，常常有即落黑暗咧收人乌西钱的代志，共款保留伫咧台湾民间的四句人艺术的内容啦。